后来继续来看台中5车的昊天宫，本地是定9月26要行路，行到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来进香，但是因为最近北部有疫情，这庙方讨论，阁向妈祖跋杯来请示，决定要来取消。 信众跟乱叫伫进香，5车昊天宫的进香活动已经延续100多天啊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影响，本来定伫9月26活动，经过庙方人员研究了后，甲妈祖跋杯请示，决定头一摆停办。跋杯，讲咱是毋是今年都政府的规定，安尼是毋是暂缓即届卖去？妈祖婆甲咱延杯。 昊天宫是5车历史上悠久的庙，因为固定每人一冬，拢会跟妈祖行7港6暝到北港进香。去年有信众翕到妈祖开眼的相片，互真侪民众赞叹。今年因为疫情无法进香，信众难免会失望。很失望啊！想要参与这个活动啊，进香，陆续都有来问啊，很多信徒。现阶段取消是必要的。 取消进香的消息一日公布，真侪信众去到庙内底问，考虑到最近北部疫情佮爆发，庙方伫遵守中央防疫规范的情形下取消活动，一切拢是以防疫优先。